人生一站又一站，財富點先至跟得上變化？收入有限，但責任無限。一份儲蓄點夠3個人享啊？供車供樓，開支一闊三大，儲咗咁耐，趁有成果係咪可以攞啲出嚟用？畢生財富，第時一次過交棒，真係放心咩？財富規劃唔係見步行步。EXA 安盛勝利二系列，幫你每一步都預先一步，打好財富基礎第一步。多達9種貨幣選擇，仲可以自由切換，財富策略靈活走位，捉緊環球機會。只需5年繳付期，7年回本，緊接每10年再翻倍，時間越長，潛在回報越高。結合信託形式設計，更預設未來一步，市場首創嘅財富管家服務，俾你邊領邊賺，一邊財富增值，一邊自製現金流，靈活分配俾最多3位收款人。仲俾你預設保單傳承，幾時繼承，點樣繼承，邊個繼承，一切由你話事，更可以暫託保單直接穩妥交棒，抑或由你自定身故賠償嘅方式，同首次派發時間分階段照顧你嘅摯愛同家人。一份計劃多重可能，每一步都為你優先部署，與千里同行。